首先咧就譬如頭先我講下呢一個渣男啦，其實都即係一個女仔又幾靚女，係啦，又對人好到不得了。佢嚟揾我咧，咁其實最主要係佢兩段婚姻，即係第一個就好明顯係渣男嚟㗎啦，係啦。但係你諗下佢樣靚，有學識，又對人好到不得了，點解會遇到渣男咧？佢自己都即係拗晒頭，咁佢就當佢唔識同第一個男人相處啦。第二個又係咁，都係咁。咁佢就開始咧，即係情緒方面啊，即係好唔開心啊。咁佢就係由情緒好唔開心揾我，你會唔會想試下用另類方法？因為佢已經睇晒心理醫生。哇，去到咁嚴重啊！拜晒神，拜埋神添都唔得。咁終於咧就真係睇到一啲故事，點解佢同佢個前夫啦，同第二個啦都會咁嘅姻緣？原來關乎佢成個母系家族。母系家族嘅意思係佢哋本身，佢啦成代女性嗰邊都中咗一個咒。